今日姊妹大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5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67篇，箴言第2章第9節到15節，路加福音19章第1節到第10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離開歹。基督徒應該愛追求上帝，因為上帝是智慧的源頭。咱受救恩的生命，就必須愛會通活出新的生命，因為聖神是創造的力量，藉着聖神的內住，咱得到新的活命。這個新的活命就是愛去親近上帝，愛去認捌上帝，愛去跟對上帝。箴言第2章第9節到15節，甲咱講。安尼，你就明白公義、公正、公平，就是帶人到一切良善的路。智慧會入你的心，智慧會互你的心神歡喜，策略會保護你，聰明會保守你，救你脫離歹路，脫離歪巧是非的人。迄款人去殺正直的路，行黑暗的道路，因愛做歹，伊愛歹人的歪巧，因的路彎巧，因的所行偏離正路。咱讀聖經的目的，就是要認捌上帝，明白上帝的公義、公正，然後用上帝的智慧幫助咱家己努力來脫離迄個凶惡。行入去佇主的迄個光明內底，保羅也甲咱講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着愛棄軀來換身，所以伊講，擔活地無閣再是我，是基督佇我的內面活地。安尼新的生命，着愛親像聖經的要求，着愛離開迄種背。離正道啊，佇黑暗內底生活啦，無歡喜做歹啦，脫離迄個邪惡啦，離開彎巧的道路。路加福音19章第1節到第10節，記載着耶穌去到佇耶利哥城以後，所拄着迄位猶太人認為的罪人撒該。耶穌基督甲伊講：今仔日我要帶恁鬥。經文記載着這段第個精彩的過程。耶穌入去耶利哥，對遐得經過，佇遐有一個名叫做撒該，伊是冒稅的頭人，真好額。伊愛要看耶穌是甚物款人，不過因為人真濟，伊的身材閣矮，看袂得，伊就行進前。爬上一丛酸栽樹，要看耶穌，因為耶穌特別對遐來經過。耶穌行到迄所在，抬頭看，對伊講：撒該，趕緊落來，今仔日我一定要帶恁鬥。撒該就趕緊落來。歡歡喜喜接待耶穌，眾人一個看，咬咬念講：這個人煞入去罪人的厝大。撒該徛地對主講：主啊，我要摕財產一半，真濟散車人。我若有甲人騙錢，就要4倍還伊。耶穌甲伊講：今日拯救已經臨到這個家。因為伊嘛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人子還是要追求佮拯救失落的人。咱毋知耶穌基督甲撒該講啥物，但是咱知，當主進入佇伊的家了後，伊的生命就完全改變。努力脫離迄個凶惡的道路，伊接受着耶穌基督新的生命，
并且马上实践着疼人的诫命，这值得咱来学习。诗篇67篇，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互阮，愿你用仁慈款待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，互万国捌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，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引带世上万国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，土地有生产五谷。上帝，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，愿上帝赐福互阮，愿全地拢敬畏伊。感谢上帝赏赐圣神，不但互阮会当脱离困境，更较互阮因为领受着新的生命。恳求主帮助阮，用你的智慧来过生活，脱离凶恶冤巧的道路，行光明的正道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